CBA FS DSE 2022 MC 第13題。咁呢題呢就有63% 嘅人係答啱嘅，就問大家呢影響股價上升呢嘅因素啦。咁呢度問緊呢政府邊啲嘅政策會令到連鎖快餐店嘅股價上升？咁答案呢其實係 C 1同埋3個喎。咁當然啦，政府發放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時候，人哋多咗錢就會去消費啦，就會買多咗呢個嘅嘢食啦。咁而呢個2呢，提高股票嘅印花稅呢，咁就其實應該會令到股價下跌嘅，因為我買股票嘅成本會高咗啦。3呢，放寬因為2019年冠狀病毒推行嘅社交距離措施，咁呢之前疫情呢都會大家會限制咗即係用餐時間啊，或者一啲用餐嘅距離啦。咁所以當放寬嘅時候，即係例如冇咗呢啲措施嘅時候呢，呢個嘅連鎖快餐店呢生意都會好啲啦。咁所以股價都上升啦。咁所以答案呢就係 C 1同3。